大家好，我係理星小學嘅吳靜美。一名職業運動員最驚係咩？就係受傷啦。但係我哋嘅訪問對象劉志強先生呢，就喺一次練習嗰度就膝頭哥就受到嚴重嘅傷患啦。以下落嚟呢，就交俾我哋嘅拍檔去詳細咁樣訪問一下佢。理星小學6年級嘅李子朗，我係理星小學6年級嘅鄭佳樂。今日我哋好榮幸邀請到前香港足球代表隊嘅成員劉志強先生接受我哋嘅訪問。劉志強先生你好，我想問呢，你可唔可以記述返當年你受傷嘅經過同埋你嘅感受呢？咁我記得當年呢，我就踢甲組晨曦啦，咁啊跟香港隊去馬來西亞集訓，咁啊我記得嗰日呢就訓練呢就好早嘅，7點半到啦，好早起身去到球場噶啦已經，咁啊可能嗰日就唔係咁集中啦，咁啊就咁踢個波解圍，咁啊解圍冇人冇剩嘅，咁啊自己落地落得唔好，咁啊聽到啪一聲咁樣，跟住隻腳就屈埋啦，咁啊跟住翻第二日咧就即刻要翻香港去做手術，咁啊翻到去咧原來係知道咗係左腳半月板爆裂，咁就要隔咗2日已經要即刻做手術咯，咁直情係受完傷之後咧係完全係喐唔到啊，跑唔到啊咁樣咯嚇。咁你有冇覺得好彷徨，同埋會唔會諗過自己嘅運動生涯就此完結啦？其實受傷嗰一刻咧就實有少少彷徨噶啦，覺得自己會唔會踢唔踢得翻波啊？但係其實翻到香港咧就反而即係我自己心情咧就反而我冇理由咁容易認輸咯，即係我未試過大受傷，但係我覺得我自己可以克服到咯，同埋加上翻到香港嘅啲老細啊、啲隊友啊嚟探我啊，都叫你放心啦，你快啲醫好隻腳，咁樣出翻嚟球場咁樣，所以彷徨有少少嘅，但係就擔心就反而就冇咁大嚇。我因為覺得自己可以克服到呢樣嘢。當你再次踏上足球場嗰陣時，會唔會有少少顧慮呢？踏上球場實有少少嘅，因為始終受過傷，但係就因為我哋係職業球員啦，咁落場比賽咧，始終都要練習好晒先嘅。咁我傷愈之後咧，都有去球場練完波啊，再試下自己可唔可以做到啲某啲難度動作啊，同埋隻腳可唔可以適應到啊？適應到我哋先會落場比賽嘅。咁其實落到場就唔會擔心㗎啦，你個心情同埋個心態會去咗比賽裏邊，所以平時練習嗰陣時會練翻好先會落場比賽咯。克服呢次傷患嘅主要因素係啲咩呢？周圍嘅人士對你嘅鼓勵重唔重要啊？其實克服傷患嘅因素其實都係要睇自己嘅，即係始終都係自己個決心啊、毅力啦，自己一個人去所有嘢一個人啊，朝頭早一個人去健完身，跟住晏晝去睇物理治療，跟住可能夜少少就落球場揾啲隊友或者去跑下圈咁樣，日日如是。即係少啲毅力都好難做得到咯，同埋唔可以放棄咯。一放棄你就會冇咗一種決心，就會開始懶惰唔去做。咁你個傷患就唔會咁快好，咁你自然就會越嚟越個心態越嚟越低啦，越嚟越沉啦。咁其實身邊嘅人嘅鼓勵係好重要啊。當你每一刻有沉嘅時候，你有身邊嘅人鼓勵咧，你就會起翻身，再嚟過，唔可以認輸咁樣。佢哋嘅鼓勵咧，可以幫到你企起身，繼續努力咯。咁你有冇曾經試過跑過馬拉松呢？咁我就啱啱開始可以跑步啦，即係可以落球場跑圈啊。咁我就自告奮勇去參加啦。咁佢4個人咁去，咁我自願啦，佢自己舉手去啦。咁其實我覺得跑馬拉松可以幫到我傷勢，去逼下自己啊，有個目標逼下自己。咁因為跑馬拉松佢有個真正嘅有冠亞季啊，有個比賽啊。咁你參加咗，你會冇咁容易放棄，有目標去做咧，咁會好啲咯。都對其實跑對受傷之後嘅治療係幾好咯。
日多謝劉志強先生接受我哋嘅訪問。李星小學6年級李子朗、鄭佳龍聯合報道。